慢慢会，碰一鼻子灰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？碰壁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撞上墙壁，用来比喻做事或求人的时候遭遇到困难，碰一鼻子灰。用力，你惊碰壁，唔敢开嘴求人，安尼永远都袂成功。你害怕碰一鼻子灰就不敢开口求人，这样你永远无法成功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